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社区大学河洛汉语时事人创办讲师何德尧。另外，咱也用咱的台湾河洛话后来，不管你读拄仔讲的东西宋史好，还是搁较早的甲古诗来讲，我即摆用汉武帝老铁的秋风词来做咧。秋风起下，白云飞；草木红落下，雁南飞。假使你若温暖来甲读，秋风起下，白云飞；草木红落下，雁南飞。你若搁用搁较慢的速度。甲伊延长2倍、3倍、4倍时，读起来，这叫做读册歌啦有哪读，就变秋风起下，白云飞。这就是melody啦你甲这个拼声字看较长安尼唱起来就讲秋风起下，白云飞。这 melody 就出来这个草木红落，这声你就照这个读册速度就好草木红落下，雁南飞。你有哪读的是这个 melody 出来就出来你若假使讲若唔相信，无你就用国家语照安尼来甲读看卖你即摆若唱出来，可能就是。